清晨的第一縷陽光灑落在安靜的城市，主角還只是個平凡少年，卻懷抱着不為人知的強大夢想。一次偶然的機會，他抽中了失傳的 SSS 級5星劍神術師序列，命運的齒輪由此轉動。新覺醒的異能讓他在序列考核賽上一招擊敗所有對手，眾人驚愕，世界因他而震盪。掌控無敵異能天賦，他隻身闖入危險區域，以一人之力拯救整個小鎮，成為眾人心中的英雄。世界各大勢力紛紛向他示好，邀請加入，卻都被他冷然拒絕。他選擇自己的路成王。在高聳雲端的總部之巔，主角孤身面對全球最強挑戰者，以無敵姿態奠定人類世界新的秩序。